大家好，我係阿茄，今次會帶你去森林主題嘅按摩店，沉浸式嘅庭園環境非常寧靜舒適。呢度嘅 SPA 房都係獨立房間，仲會根據你嘅喜好度身訂製療程。按完摩仲有甜品食，90分鐘芳香精療 SPA 都係260幾蚊，包埋小費。想知道就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分享，我哋一齊出發啦！森林故事嘅地點好方便，由福田口岸搭4號線到上梅林站只係需要14分鐘。由 B 出口向左行一陣就會見到斑馬線，過馬路之後一路直行會見到一個停車場嘅入口，跟住再行多幾步就可以見到森林故事嘅招牌。見到門口已經好有森林 feel， 跟住就可以搭專用嘅電梯上6樓。一行入嚟就已經會俾呢度嘅裝修吸引，森林系嘅設計令人感覺好似步入大自然咁。中間放咗棵好高嘅樹，連牆壁都用咗石頭嘅設計。空氣中聞到淡淡嘅香氣，燈光柔和，營造出一種寧靜舒適嘅氣氛。呢條森林大道更加係有沉浸式嘅庭園感覺。呢邊仲有休息區，按完摩可以喺度食生果同甜品。呢度嘅台凳都好有露營 feel， 好有遠離煩囂嘅感覺。坐低之後，店員會拎對拖鞋俾你換，仲會拎張表格俾你填，可以揀翻自己中意嘅精油、按摩力度，甚至係特別酸痛嘅位置，可以確保按摩更加符合你嘅需要，真係好細心。等我試下啲精油先，呢度有4款精油揀，薰衣草可以幫助睡眠、放鬆心情，玫瑰嘅味道好特別，聽講可以美白㗎。茉莉好清香，可以舒緩神經緊張，幫助放鬆。我就揀咗檸檬草嘅味道，因為佢可以舒緩肌肉疲勞同埋酸痛，而且味道特別清新。呢度嘅 SPA 房都係獨立房間，主要有單人同雙人房，地方乾淨舒適，仲有足療房，都幾大間，啱晒同朋友或者情侶一齊嚟。呢度都有沖涼房，入邊有齊洗頭水、護髮素嗰啲，按完摩可以喺度梳洗下，仲有即棄嘅梳。我今次會試下90分鐘芳香精油 SPA， 用美團買套票260幾蚊，包咗淨足禮同全身按摩，包埋小費，仲可以任食甜品同生果。按摩之前會入嚟呢個好有泰式風情嘅帳幕做淨足禮，會用牛奶浸腳。呢個盤放滿咗玫瑰花瓣同檸檬片，真係好靚。對腳浸泡喺溫暖嘅牛奶入邊，感覺好似享受緊一個小型嘅水療。店員仲好溫柔咁幫我對腳做磨砂，做完之後對腳真係滑咗好多。之後我哋就跟店員嚟到按摩房，房間都保持住自然嘅風格，門口嘅窗用咗磨砂設計，絲韌度高，啱晒女仔。佢首先將毛巾墊喺我背脊，跟住就做啲放鬆嘅動作，等我身體熱下身，令到啲肌肉慢慢放鬆落嚟。跟住技師倒出一啲精油，用檸檬草精油喺我背脊慢慢推開，手法係好溫柔，檸檬草味道好清新，聞到覺得好放鬆。
跟住技師開始用唔同嘅手法做按摩，因為頭先填表格已經揀咗適合自己嘅力度，所以力度係啱啱好，由膊頭到腰部都按得好仔細。喺精油嘅加持下，每一下按摩我都感受到一種溫暖嘅放鬆感。因為我喺表格預先寫咗膊頭同腰特別酸痛，所以技師就特別加強按呢兩個部位，真係可以感受到肌肉逐漸放鬆，緊張感慢慢消失，成個身都鬆咗好多。之後就按腳，平時返工坐得耐都會有水腫，對腳又脹又實。技師慢慢將精油喺我小腿推開，由下到上幫我推返鬆對腳。有咗精油，按摩嘅時候就冇咁痛。技師真係按得好細緻，連手臂同手掌都唔放過。跟住技師就叫我反轉個人瞓平喺度，原來佢要幫我按肚皮。佢用搓油嘅手法，好熟練咁按摩個肚。佢話可以排氣同埋幫助腸道蠕動。唔係講笑，我即刻聽到個肚咕咕聲，啲腸已經喺度喐緊，相信可以減少脹氣、便秘等嘅問題。跟住佢就出去洗手，幫我戴蒸汽眼罩。呢個項目係包埋蒸汽眼罩，暖暖地好舒服。然後就做頭部按摩，真係幾放鬆。今晚應該可以瞓得特別好。咁就完成咗呢個精油 SPA， 出返去大廳揾返個房 number， 原來店員已經準備咗新鮮嘅生果、甜品同養生茶，仲有啲零食。甜品我揀咗紅豆沙，生果今日有車厘茄同楊桃。大家按完摩可以喺度食嘢休息下先至走。總括嚟講，今日喺森林故事嘅體驗唔錯，特別係呢度嘅環境充滿園林氣氛，非常寧靜舒適，嚟到可以完全放低工作嘅煩惱，放鬆心情，慢慢享受按摩。同埋佢係好細心，按摩前已經問定力度、需要加強按摩嘅地方等等，度身訂造適合嘅療程，令到成個服務都更加符合我嘅需要。而且性價比高，90分鐘嘅精油 SPA 只係260幾蚊，包埋小費。如果你想遠離繁忙嘅生活，享受一段寧靜嘅時光，呢度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我係阿茄，大家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撳埋隔離個鐘仔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